谢谢牧师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2018年我在富强教会受洗，受洗完之后，我就立刻加入中保代祷的服事。4年过去，我在祷告室里面的跟神的亲密时光，除了能够替许多的弟兄姐妹代祷，也让我学习在困难中倚靠神，靠主刚强。2年多前，我在一个祷告当中，有一个很深的感动，我离开了服务8、9年的幼儿园，开始偏乡代理老师的工作。一开始去到田寮，我从不会开车，没有车，神都为我预备。接下来到了茄定，其实每一步都相当的艰辛，因为代理老师的工作很辛苦，而且暑假是没有薪水的。但是我相信这一路都有神美好的旨意，也在田寮还有茄定的代理工作当中，我认识了很多很好的人，然后我们彼此鼓励，互相帮忙。到了今年6月，台湾的疫情稍稍的明朗，我终于可以顺利的进入考场去考试。看到每天公布越来越多的缺额，其实我也很期待自己可以考上正式教师，结束流浪教师的日子。于是我在代祷室为自己写代祷卡，希望今年能够在高雄、台南、嘉义的考试能够顺利，也能够正式成为一个公立幼儿园的老师。也是因为今年的疫情非常的特殊，一旦如果你染疫，或者是你被居隔，或者是你有一些接触史，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进入考场的，所以我就格外的小心。感谢主一路的保守，这3场考试我都有去参加，也都顺利的完成。本来自信满满，想说自己考得还不错，就算没有上榜，也能够利用排代的方式，能够顺利取得代理老师的工作。没想到就在7月中旬的一个礼拜天的早上，我打开公告的讯息，发现我以1分之差被刷出代理老师的名单，顿时间我失业了。当下我的心是很焦急的，因为其实在今年的年初，我与我的先生也开始找房子，也感谢神的预备，我们购得自己的房子，也开始进行装潢、整修，还有房贷要负担。其实真的是压力非常的大，因为每天看着自己存款簿的钱一直在减少，然后我又失业了，其实内心是非常焦急的。于是我打开电脑，开始搜寻独立招考代理老师的工作，也更新自己的履历表，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。我相信神是有所预备的，我最后决定去考了燕草的代理老师。同时间，我发现彭婉如基金会这几年在台湾开始广设非营利幼儿园，他们在台南地区也有很多的据点。于是我把自己的履历寄出去，期待有很好的回应。没想到履历寄出去石沉大海，始终得不到联系。于是我就心里想，好吧，又要离开台南，开着车到偏远的地方去当代理老师了，没关系，就往前走吧。于是就到了燕巢去考试，很顺利的当天考完，中午就公布我被录取了。感谢主，没想到看到录取榜单的同一时刻，我的电话又响起，彭婉如基金会打给我，他说我看到你的履历对你很有兴趣，我们可以聊一聊吗？没想到原本只是想要找一份工作，可以喂饱自己，缴得出生活所需的费用，神却为我预备了2条道路，让我自己去做抉择。我就一直祷告，祷告中我很确信神告诉我，我不要忘记当初离开原本幼儿园的时候，神给我的命定是要去服务有需要的孩子，也要服务那一些更多需要被帮助的家庭。于是跟婉如基金会聊了很久之后，觉得他们的信念跟我的期待还蛮符合的，也希望将自己的一些好的经验做一点传承。但是基金会告诉我，他们现在其实没有缺，他们只是想要跟我聊一聊，请我回家静静的等候消息。于是就这样慢慢的等候，等候中我也不断寻求神，求神为我开路。过了2天之后，基金会再度打给我，他说跟你讲一个消息，本来我们真的没有缺，但是我们做了一些职务上的异动，我们将原本主任的职缺把它释放出来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真的是心里
非常的雀跃，也非常的开心。相信这一切不是我所做的，也不是依靠我的才能去争取的，一切都是神在当中做工。于是最后我选择到了基金会的教保中心去担任主任的工作。下面要带领10位老师，还有管理1位厨工。我们期间还有经历许多像立案会刊，还有要招生，还有教学上的一些员务的推动。其实这些事情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，但是也感谢主一路一路真的是牵着我的手往前走，让我慢慢的把这些工作都接上手来。其实在代祷室里面，每一张代祷卡都是一条跟神紧紧联系的热线。而在代祷室代祷的我们，其实我们只是把这些人的祷告跟神搭上线。有时候常常在想，为什么这一张代祷卡的祷告内容没有被回应？为什么这些人的祷告很快被应允？但是我发现，其实神他都听见了每一个祷告。我们做的工作只是把它跟神重新搭上线。神爱我们，他会为我们预备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，而且他会为我们预备最适合我们的安排。最后，诚挚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加入中保代祷的服事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画面上面，好，这是我们的祷告室。还有代祷卡有3张，一张是黄色的，可以有一般代祷、紧急代祷，或者是你不方便勾开，也可以勾选不公开的代祷。然后还有蓝色的部分是事工的部分，如果你在教会的事工上有一些负担，也欢迎你来写事工的代祷卡，我们一起为你祷告。红色的部分就是像我如果有写代祷卡有被应允的话，也欢迎你们分享，然后把它写一张祷告的应允卡，让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见证跟分享。好，其实加入中保代祷的工作负担不会很重，你1个礼拜只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到祷告室里面把你的时间摆上，相信你为别人代祷的同时，也把你跟神的关系紧紧的连上线。无论做什么，不是你自己在做，是神在你的前面带领你往前走，带领你走向蒙神祝福的道路。谢谢大家。